在你这边，因为这个已经我完了，没有可以退的。那你去那个中，如果有去中间可以再买2种，因为那个黄明秘书他也没有了，对哦，就不可以呀。这拢签名签好，这是我啦，你若有要去查证，他小爱用的，放屁，哦。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点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今日的敬拜。
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用伊吟诗，用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即条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55首，圣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请咱齐声感谢上帝，听叹人民到万世。圣囝降世，设立圣会，施恩救人，赦免罪。上帝恩典极大无比，耶稣为咱来受死。咱若靠伊，就拢免惊。到尾稳当会较赢。圣诗258首，请咱起立来吟。咱三角用台湾基督教会信仰个别来做个别咱的信仰，信仰个别伫圣诗的头前15页，现着咱一声来念。阮信上帝，创造创立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审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在生路嘛是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的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在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
最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决定紧于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望的记号。愿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加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于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依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真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恩赐，恶人万面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办，互压迫的受到自由平等，以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上帝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请坐，请坐。直接咱三甲来听，听的经文记载是经文29篇，经文29篇，也就是记载诗篇119篇。经文29篇，咱着咱三甲来听，因为无通指责，这款人真有福气，听趁上主的教示。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追求你。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要甲逝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无依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依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依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骹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煞到永远。这点，咱三甲按下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满心感谢你，伫阮进入新的2026年的第2个主日，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做伙敬拜你。感谢你带领阮平安度过了新年的起头，互阮伫无用的脚步当中，有缘有安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追求安息。主啊，伫这个时阵，阮也求你圣灵充满阮。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深知阮家己的不足。伫新年的开始，阮总是会落了真侪的志向甲愿望，但是实际生活当中，阮时常互软弱、焦虑甲旧的习惯所捆绑。求主耶稣的保护，搁一摆洗清阮，赦免阮一切的过失，以及心中对你的无重视。求你赐予阮一粒清气的心，重新来甲你结连。主啊，伫即个新的一年拄开始无偌久，阮的生活甲工作也有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求主你赐予阮持续的动力，
甲智慧，互阮毋但是有新年的热情，阁有持续忍耐的心。伫职场也是家庭生活当中，拢会当看到你甲阮同在，也叫你帮助阮伫2026年建立新的稳定的灵修的生活当中，互你的话成做阮骹前的灯，路上的灯；骹前的光，路上的灯，互阮伫无用当中无得到迷失。主啊，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伫2026年新的意向甲计划当中，求你赐了合一的灵，互牧者同工甲众兄弟姊妹同心合意，伫即个所在来传播你的福音，搁较有能力，互教会成做即个地方的祝福。主啊，阮也要特别为着阮的国家来守望，伫即个多变的世界局势当中。求你将平安甲公义赏赐予即个土地，阮也要为着立法官员来祈祷，求你赐予因有敬畏你的心，以及伫你国家的智慧甲远见，互政策会当造福百姓，维护着大海和平，求你看顾阮的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族群的和睦，甲社会整体的安宁。互阮会当安居乐业、平安过日子。最后，阮今仔日的礼拜听的甲讲的来祈求，互牧师所讲的即个圣经的话，带出生命的力量。求你陪伴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互阮毋是空手来领，是带着渴慕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阮今仔日的礼拜，来问你接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要赞美，今仔要赞美的诗是奇妙圣名，至善搁美丽。
面咱三个来听上帝话，今日看的经节记载的旧约出埃及记23章第1节到23节有2位吼，啊，再来20节到22节，出埃及记第1节到23章第1节到13节，甲20节到22节，和合本90旧约的96页到97页，白话汉语本83到84。现代中文译本98到99。现在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毋通报用谣言，毋通甲歹人联合做懒散的感情，毋通对正人行歹。伫三个的事，毋通偏挖大饼，讲伊的话来玩弄政治，毋通伫三个的事贪互送向人。若拄着你的对敌，甲牛也是如失迷路，的确着牵倒来交伊。若看见怨恨你的人，会如白菜缀着，毋通行开，着甲伊相甲放如所在的。送向人有三个，你毋通偏袒。若离开虚假的事，毋通杀无做甲义的人，因为歹人，我的确无算伊做义。毋通受暴露，因为暴露会互目睭金的人变青眉，佫会将义人的话反颠倒转。毋通压制出外人，因为你捌出外离埃及地，在出外人的心，6年内你着建造你的田园，修成土产，独第7年着互土地休困，无种造，互你的百姓中的送向人有通食，所剩的通互野兽食。你的葡萄园甲橄榄园也着安尼。6日内你着做你的工，第7日着安息，互牛如通休困，也互女比的囝甲出外人通用静力。既然我对恁讲的话，恁着谨信守。别个上帝的名，你毋通提起，也毋通讲互人听。过来，咱来看20节。看啊，我找我的使者伫你的头前，伫路任保护你，带你到我所备办的地。恁伫伊的面前着谨慎听探伊的话，毋通违背伊。伊无要赦免恁的过失，因为伊奉我的名。恁若实在听探伊的话，照我一切所讲的去行，我就做恁的救赎的救赎，你的对敌的对敌。以上讲道，今仔牧师要讲的题目，活出上帝选民的样式。咱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已经有几若礼拜，伫咱的礼拜中间的圣经的信息分享，拢是讲到遮个旧约的律法。可能开始你会感觉讲怎么又来了？但是真正最近几件代志，互咱感觉，即个法律的一款的基本的观念，敢有重要？非常重要啊！想讲咱即马拢感觉讲立法院足侪代志，互咱感觉袂放心。为虾米？法律观念重要的代志，结果咧，简单几条的条文就要互伊通过。安尼敢会使？重要的代志应该爱足详细，爱考虑侪的情形。敢会有人利用即个法律去做错误的代志？即咱立法的人拢爱足细致，这就变做啥物？咱讲的法学素养伫遮。法学素养毋是出国留学摕博士，咱就讲法学素养。法学素养就亲像咱读圣经，咱知影
旧约这个律法条文背后有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啥物？就亲像咱即马看真侪代志，看立法院内底的种种。当然有时阵你会感觉讲这是政治，甲我无关系，但是敢有关系？有咯，侪的立法其实拢甲咱有关系。啊，咱安怎讲啊？即个立法的过程有问题，安怎讲？即个立法是好的，这就在于咱有法学素养来看这一切的过程。同款伫咱生活中间，这敢有重要？真做基督徒要安怎来活？这是非常的重要。咱爱知影，这个圣经所讲的这个规矩、规则背后，上帝爱咱学习到啥物？上帝爱咱怎样来活？好，所以咱看到讲，等一下，咱先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恳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你的圣神也使阮有智慧，互阮透过你的话，就是圣经所记载的一切，互阮更较深来入捌主你，也互阮会当学习怎样照你所爱阮做的来活伫世间。主啊，恳求上帝你亲自带领阮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互阮无论讲的也是听的，拢当白白得到利益，对伫你的话来得到sau就。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读出埃及记到即马，咱读到真多，就是有记载上帝通过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上帝显现伊的权柄、伊的气力，佮互伊的荣光大大显明。伫旷野中间，上帝甲伊的百姓做伙同行，上帝派伊的使者来带路，所以出埃及记内底讲，日时有风挑，日时有火挑，互以色列百姓知影要行去倒位。伫旷野中间，上帝也透过伊的带领的过程。有备以色列百姓会当入去应允的地，伫遐承接即个流年甲蜜的土地。所以伫出埃及记中间，咱也读到上帝搁较将律法透过摩西来交予以色列百姓，就是上帝的选民。大先咱想讲，选民是啥物？选民，毋是咱即马新闻讲选民有投票权的叫选民。伫圣经内底，啥物叫做选民？就是上帝来竞选。上帝为啥物要竞选以色列百姓？毋是竞选汉民族，毋是竞选非洲的民族，毋是竞选北美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为什么竞选以色列百姓？这叫做选来做一个模范，互众人会当来学习，用这做模范，然后咱对伫以色列百姓即个民族伫历史过程中间因的经历，然后咱来学习，咱来讲，咱台湾人要安怎做？咱21世纪台湾基督徒要安怎做？这叫做上帝选择来成做地上万百姓的好的模范，这叫做选民。所以今仔日的标题，咱讲活出上帝选民的款式，就是讲咱基督徒，你我上帝竞选咱，互咱会当成做基督徒，是有目的的啊。咱就爱伫咱所讲所行顶面，会当互人来学习，成做一个模范。当然，这讲到模范压力真大，但实际上，咱看到旧约内底以色列百姓，敢是也常常背逆上帝，常常照着家己的意思，
但是上帝一遍一遍甲因诱转来上帝所指示的路。啊，这就是一个范例嘛，这就是一个互众人会当学习的。上帝会听怜悯，甲上帝的公义来大大显明。所以选民，也是讲咱诚做基督徒，上帝拣选咱诚做基督徒，莫变成你我个人的压力，是咱努力过好每一日的生活。咱用上帝的话练习伫生活中间活出上帝的话，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模范。因为我想，咱若真正愿意向这个目标，上帝选民的款式，向这个目标，我想努力的过程，其实也会当激励真侪人。这个努力的过程，所以咱看电影有诶运动员的电影，运动员的故事。那一开始就演讲伊第一名得金牌，拍赢伊的对手，安尼电影敢好看无啦？40几当前迄洛基，咱敢会记起洛基迄个拳击手的洛基的故事。每一遍演第1、2、3、4集嘛，拢共款嘛。一开始伊互人看做肉骹，然后咧，互对手拍好耍，然后伊就去锻炼，对无？顶下会记起伊迄肉车迄走的迄个片段，肉迄个轿车，迄训练迄走的片段，咱看到伊安尼努力、辛苦、付出，然后最后一拳打下去，迄个大个就互伊打倒。哇！观众看到这真感动，这叫做过程真重要，这叫做咱会当学习的。无即个努力的过程，咱敢若看到得金牌光荣倒转来，这咱看袂当学习到啥物。所以上帝将律法交予伊的百姓，伊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伊的选民，然后以色列百姓有上帝交托因、教因的诫命，甲这个律法了后，因努力要活出上帝百姓的款式，这个过程，咱看出上帝是陪伴因，互因未来会当得到伫迄个应允的地来活出平安、欢喜甲丰盛。这个过程真重要，这个过程真重要。所以为什么出埃及记内底记载着以色列百姓伫旷野40冬，上帝哪无爱互因直接顺利行直的路就到伫迦南地？为什么？若无即个40冬的旷野，出埃及记5章就写了啊！有啥物好看？就是因为有40冬，伫旷野，然后以色列百姓伫遐努力，有时阵失败，有时阵成功。即个过程，互咱旧约圣经遮尔好看。所以咱基督徒会当讲是21世纪的上帝选民，上帝拣选咱诚做基督徒，诚做伊的百姓。毋知影咱对伫读圣经，咱敢知影怎样活出上帝拣选的百姓，上帝的选民的款式是怎样来活出来？所以咱就转来圣经，因为上帝既然咱拢告别，上帝是自有、永有、早伫地、即马伫地、永远也伫地的神。所以咱21世纪的基督徒读圣经，新约旧约拢重要，尤其伫旧约的中间，上帝对伫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
以及伫新约中间，耶稣对伫门徒的教训，佮遮个使徒怎样来传达主耶稣的教示，这拢是咱需要认真来读的。所以，其实牧师伫咱出埃及记第1章讲道的时阵，有提起着，以前伫即个30当前，牧师伫新学院台南新学院的时阵，一个旧约教授就叫做贾秀雄牧师，旧约教授，伊就讲过，讲真侪人教圣经。拢对出埃及，拢对创世纪教起，上帝创造天甲地来教起。但是伊讲，实际上出埃及记较是重要，因为出埃及记就是上帝怎样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得到信仰，即个信仰起造的过程。咱若无信上帝，咱讲上帝创造天甲地，敢有啥物关系？你若无感受到上帝是救我灵魂的上帝，安尼咱头壳内底底真侪灾目，讲上帝创造天甲地，即句话上帝创造天甲地，甲咱有啥物关系？即个有神话嘛讲。创造天甲地是啥物？女娲补天有诶无诶？也是即个逐宗教拢有安尼讲，即个世界安怎形成？差别就在伫咱诶灵魂有得救，咱甲即句话上帝创造天甲地，较有真正诶关系。所以贾秀雄牧师迄当阵就讲，若伊来教圣经。爱对倒位教起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咱看到以色列百姓怎样成做以色列百姓，对伫一群做奴的，一开始伫遐拄着妖，拄着喙焦，就遐埋怨上帝的一群即个即个杂牌兵，经过40冬的旷野。然后进入迦南地，成做啥物？一群有信仰、信靠上帝的百姓。所以对伊来讲，出埃及记是真重要。所以咱今仔日所读到是出埃及记23章。出埃及记23章就记载上帝。透过摩西交予以色列百姓，有关上帝的百姓的团体生活要安怎生活，过来也讲到上帝的百姓要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听恩典甲怜悯。所以咧，对上帝合宜的敬拜是啥物？所以第1节到第12节，以色列百姓，上帝爱以色列百姓知影社会中要安怎生活，社会中要安怎生活。所以有一寡伫社会中间的生活的准则。讲到即个生活的准则，其实真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咱基督徒。莫看到旧约遮个律法条文就跳过人过，都讲过。这背后拢有上帝的意思，上帝界面，咱生活的原则伫中间。为什么？咱若活伫社会中，咱袂记遮个上帝界面，安尼真危险。我会记得前一站时间看迄电视，有时阵电视节目会请即个医生，有迄个电视节目请医生来分享
伫病院工作的艰苦谈，我会记有一遍请一个迄个精神科的医生啦伊讲伊就分享讲以前伫精神病房做医生伊讲迄真正职业伤害，为什么？伫精神病院的病房做医生伊讲伊规工互遐个患者骂讲伊是笑的啦，敢听有？伊讲迄真的很严重的职业伤害，到后来伊真正开始怀疑讲我敢是真正起笑。所以为什么咱会一直讲对伫性格的意义分别做成，爱有分别。活伫世间，但是咱无属伫世间，咱袂讲讲社会拢安尼啦，所以咱安尼嘛无要紧啦。无性格就是分别做成。咱活伫世间的意思是啥物？咱爱甲咱的社会有互动，咱爱参与伫正人的事，关心着正人，但是咱袂当安怎？咱袂当随波逐流。煞变做讲社会拢安尼，咱无要紧啦，咱基督徒无要紧啦，大家拢嘛安尼，即马大家拢嘛安尼，安尼你就变做亲像即个我拄仔鼓励迄个电视中间伊分享迄个工作的有趣，伊真正嘛感觉讲我真正爱检查咧，为什么？正人拢讲迄患者拢讲你笑的啦，莫你讲啥物你笑的，结果医生伊本来要来医治的，感觉讲我感觉我可能真正嘛笑的咧，我爱来检查。标准敢有重要？咱心中有一把尺，其实心中，咱放伫心中。就算讲现实有真多，甲咱所要追求的，圣经教的，伫现实生活中间有会互咱拄着真大的困难。但是咱心中的一把尺，绝对袂当放落。一定要有心中一把尺，无要紧。上帝充满怜悯，上帝知影咱无够野，有时阵咱做无好，但是无代表讲咱就将咱的理想完全放一边，将咱所相信的放一边。毋是，咱有一个目标，向这个方向行。就算讲过程真坎坷。但是至少咱是向正确的方向去行。所以第23章出埃及记23章第1节到第12节，就讲到社会生活。所以简单做一个整理。有几项事，讲到莫传闲话，然后咧莫讲白贼，诚实为上，诚实为上，然后咧。莫甲歹人斗阵，因为咱知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然后，过来是啥物？有讲到一项，咱常常咱做袂到，但是咱爱放伫心中。有时阵，咱感觉对敌的人，咱感觉。咱认为是敌人的，当对方需要帮助的时阵，出埃及记23章记载讲，咱袂当袖手旁观的，这叫做啥物？慈悲的心啦。用一般人听有的话，就是慈悲的心，心存慈悲。这咱袂当，咱袂当因为任何的代志，将咱的人性甲伊放无去。人性总是爱有啦，所以咧，无错，咱有时阵咱会强调一啥物代志，然后咱难免，想讲，咱讲，即个伫有时阵咱会想讲，伫政治顶面，咱有咱支持的，咱有咱反对的，啊是咱若伫做生意的时阵，总是有竞争的对象，这是难免。但是咧，咱的人性莫伫即个社会竞争的中间来失去，总是爱有怜悯之心。即个心存怜悯，心存怜悯。米迦书也安尼讲，咱爱心存怜悯。即个
维持咱的人性是真重要。过来爱守条公义，爱坚持公义，尤其是对待艰苦人，爱有公义。然后讲到咱掌权了后，袂当接受报道、贿赂，为什么？其实，公明的咱在座有公务人员，公明的就是你若收会关家的，这是犯罪哦。不止安尼，是讲咱若收到报道，真有可能会互咱正做即个不义的一部分，互咱一世人都爱活伫即款的阴影中间。过来咧，佫讲到要好款待出外人，好款待出外人，这咱知，为什么台北市市民大多数拢是外县市来的？若无咱的父母是对外县市来的，所以其实咱住伫台北市大都市，咱尤其会当感受到出外人的心情，咱既然知影出外人的心情，咱佫较爱好款待其他的出外人。过来就讲到爱照着上帝所立、所予咱的作息表，这就是安息年、安息日的意义。上帝所定的作息表是啥物？咱有四季的变化，天气的变化，然后咱有即个大自然界，咱知影种植土地种植久了后，养分就无去，咱就要安怎收耕，互土地会当重新恢复，然后咱过来种，这就是安息年上基本、上基础的一个意义伫咧，爱互即个世界有一个安息，咱袂当互即个土地甲伊用了，安尼以后种植就袂当继续种植。同款安息日就是啥物？咱袂当一年365日拢工作，咱爱有安息。尤其重要的是真侪替咱来努力，不管是咱替咱工作的人，也是替咱种植所需要的遮个精神，因也需要休困。所以这是一款体贴着大自然，体贴着这个世界。所以上帝予咱有一个作息表。过来，伫出埃及记23章13节到33节，就焦点伫上帝的百姓爱怎样敬拜，然后安尼来做，上帝会怎样来回应咱？当然咱今仔日读较少即部分，所以简单来整理就是爱照着上帝的命令来行，因为对伊的敬拜是神圣的。佮讲一遍，神圣什么意思？分别做圣。所以为什么做礼拜遐尼重要？为什么做礼拜遐重要？因为做礼拜上简单来讲，就是咱愿意一礼拜7日中间，咱拨一部分。将咱的工作，将咱的平常时所做的这个杂事，拢甲伊囥一边啊。咱来到伫教会，咱将这段时间完完全全献给上帝。这个代志的本身就是分别做圣。这个代志的本身，咱愿意来做礼拜，这就是一款神圣的行动。过来讲到爱独独敬拜耶和华，独独敬拜耶和华。过来咧，爱照着所定的日子来守上帝所爱咱守的祭期。
然后就讲到上帝要束缚互真实敬拜的人，用心灵甲真理来敬拜的人。佮讲到爱禁止敬拜其他的神明，嘛莫拜偶像。当然，这会当扩大伫咱的生活中间。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咱看做比上帝更较重要，这叫做偶像。所以有人将金钱看做比上帝更较重要，金钱就是偶像。有人将名声看甲比上帝更较重要，这个名声的追求就是拜偶像。过来就是爱提防，就是伫团体的中间，爱提防就是即个负面的影响，互咱无去独独敬拜上帝，反倒当是拜偶像的。所以当然有时阵办活动，教会办活动会像投资理财，但是咱千万莫袂记住，咱是独独敬拜主上帝。当然，理财对每一个人，无论是基督徒啊、非基督徒，拢是重要。但是有时阵咱想讲一个办活动会有投资理，讲到投资理财，这一定要抓好咱的迄个一把尺。咱毋是宣告讲金钱万能，咱也毋是将追求金钱来看做比信用更较重要。这爱抓好清楚，袂当误导，袂当误导，煞变做讲安尼来教会袂歹拢会当听到名牌明仔载股票要安怎来买倒一支明仔载稳起的那安尼这就是错误错误所以拜偶像其实伫咱21世纪的台湾，毋是干那讲拜迄尊迄尊神像偶像，毋是当你抓一款物件比上帝更较重要，即个物件就是偶像。但是讲到，敢真正遐尼简单，将这个咱伫圣经读到的这一切来实践，来伫社会中间现实生活来做，当然是充满困难啊。因为咱即马咱爱承认现代社会，即马即个世界有真侪事是无符合着上帝的期待。所以这讲到一个资料，联合国的统计，一年有40万人被谋杀，一年有40万人被谋杀。然后咱讲，这会被谋杀的40万人，只有无到1/4，无到10万人是因为战争、因为恐攻、因为政治的因素，国家甲国家战争，也是民族甲民族的这个种族冲突，差不多无到10万。其他的拢是啥物？就是人甲人安尼，甲人杀死30万人以上。算的就是每一分钟、每一分钟，伫这个世界就有一个人因为谋杀来失去性命。每一分钟，平均这个世界就有一人。所以对倒到即马2-3分钟啊，这个世界伫短这个短的时间，2-3个人失去性命，因为互人杀死。这听着是真恐怖的。咱讲为什么人变做安尼？为什么人变做安尼？甚至顶个月也是2个月前，咱知影咱礼拜堂这个路冲伫咱这条路伫咱的路口10分车拢偏会到。有一边牧师真正
去甲迄个食饭的人讲歹势吼，阮遮吼即个薰味足重吼，你会当去别位无？结果对方生气，生气就安怎呛声要甲我抬啦？这简单的事，我就呛声要甲我抬啊！嘿，这互我惊着咧，讲哦，真正人就是安尼，可能对方是拄好心情歹，但是呛声讲要抬人迄就真正严重啊，迄就真正严重啊！因为伊讲伊会因为你甲伊讲即句话，伊讲伊会当甲你抬死，这是足严重的。咱的现实社会就是安尼，所以莫亲像叶牧师遮尔家暴，真正莫真正莫，这是亲身经验，真正莫家暴，咱会当做的，上好就翕相嘛。你若真正挡袂牢，你翕相，去甲1999通报，都没有关系，就是莫家己安尼当做家己生啊大张，查甫大张就甲讲先生。不好意思那个烟味很重，你可以去别的地方抽烟。莫安尼，这真正拄着一遍就惊着啊！咱的社会真正真乱。就亲像讲，对比伫出埃创世纪1章27节，上帝用伊的形象造人。上帝用伊的形象造人，是创世纪第1章甲咱讲的。你我。基督徒、非基督徒，拢是用上帝的形象所创造，但是咱不得不承认，是咱人类，是咱人家己将这个世界来创作变做这么奇怪，所以咱也拢知解决这个世界混乱，咱要安怎行？咱讲。对咱家己做起，但是讲起来简单，对家己做起，要安怎来做？创世纪其实就有，互咱知影，罪恶是对倒位开始？万恶之渊首，那照伫创世纪，万恶之渊首，罪恶就是对。无服从上帝做开始，上帝讲伊，咱心内想讲你较好，这就是罪恶的开端，对无？所以上帝甲亚当、夏娃讲：这树啊，生命树的果子你莫食，就是爱食啦，这就是罪恶的开端。然后，咱若看创世纪。对无服从上帝做开始，来开始做毋对，然后咧，人就将家己的错误怪罪伫别人。也无需要分享过。高中的时阵，我有一个同学，每一遍考试考了拢安怎？甲叶牧师伊当阵共款，考试考无好，但是咱考无好咯，头安尼紧眯起来足歹势，考无好。我迄个同学每一遍考无好诶，安怎？老师不会出题啦，这考不出程度啦。我会记迄个同学甲我共款就成大啦但是老实讲伊成绩无我好啦。虽然讲大家拢安尼爱胜，埋怨没有什么好处啦，怪罪别人没有好处啦。咱家己做毋对，家己承担，然后后边做对就好，莫怪罪别人。然后咧，无服从上帝，犯错，将错误怪罪伫别人，过来咧，就开始无照上帝欢喜的方式来敬拜伊。亚伯该隐的故事，咱应该会记。无照上帝所欢喜的方式来敬拜伊，最后就是杀人。该隐甲亚伯杀死，这就是一步一步，咱讲一步行毋错，行毋对，一直错落去，到最后就是真大的罪。
所以咱也看到出埃及记中间就一直甲咱讲，上帝将律法交互伊的百姓，互百姓会当遵照律法来活，但是以色列百姓却持续来犯错，所以旧约一定要有新约，就是新约福音书就记载着上帝道成肉体，成做耶稣来到世间，一遍来解决这个世界混乱的来源，就是人误用家己的自由意志来行，却毋是甲上帝做伙同行。所以耶稣上天父圣囝耶稣，家己来到世间，承担罪的刑罚，一遍一笔勾销，讲咱拢无阁是有罪之心，所以咱才通定心甲上帝阁好，来定心立约，来成做伊的百姓。所以弟兄兄弟，亲像出埃及记中间所记载，迄当阵以色列百姓，只有上帝的律法，但是若无真正去行，同款是会犯错，同款会行到凄惨落魄的状况。同款咱基督徒，若只是有上帝的教导，若无生命的更新，若无信心的行动，咱也真恶地会当活出上帝欢喜的款式。所以圣经教咱，心内相信，嘴里承认，耶稣是咱生命唯一的救主，耶稣是咱生命的主。所以咱就要开咱的心，互圣神来充满。咱大声爱得到生命的更新。咱无阁是活伫过去，咱无阁是用过去遐个伤害来活明仔载。咱爱靠着圣神的带领，咱爱努力做正确的事，因为这项事是正确。咱做伙按头来祈祷，主比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真渴慕，就是你所应允，互阮平安欢喜，佮充满稳定、甲丰盛的生活。所以，阮渴慕会当听见你亲自对阮讲话。当阮读到出埃及记中间，你所交互以色列百姓这的律法，阮知影，这拢出对你，互你的选民，你所竞选、所听的百姓，一个生活的原则。主啊，阮虽然活伫21世纪这个真复杂的社会，阮也看到伫这个世俗的世界中间，侪人性的黑暗。但是主啊，阮得到提醒，就是你用你的形象做阮，阮拢应该爱活出你的形象。所以恳求上帝你无阁互阮活伫过去这个无好的经验的中间，无论是失败，无论是挫折，无论是
伤害。主啊，你是用你的圣神充满阮，互阮活出每一日拢是新的一日。你用你的圣神恳求你引带阮，就是阮活出每一日，阮是真心努力要活出你交托互阮，你爱阮所活的款式。主啊，愿主你帮助阮，互阮掠你最大，独独敬拜你。也愿主你帮助阮，伫阮生活中间，无论拄着任何的事，你的圣神拢提醒阮，爱对伫主你的话来学习着生活的原则，也伫对伫主你的话，阮得到方向，阮得到你爱阮所行的路。主啊，伫阮生活中间，求主你持续带领、扶持甲帮助。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咱三个来欢迎圣诗547首，圣诗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顺服侍人类路途，互我学你有力通担一切着我艰难困苦。请咱起立，三个来吟。谢谢。下面奉献，咱请秋梅执事甲于洋执事来出现。
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首报。报告事项第一项，七星中会第75届第2次的中会议会，明仔载上午10点要伫济南教会举行。教会要用牧师甲杨长老来代表出席。第2，1月份的插会班要伫即礼拜六1月17上午10點，伫礼拜堂上课。第3，下主日1月18是总会所定的国内外传道奉献主日，请教会兄弟姊妹为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国内外的传道事工来关心代祷。第4，1月25主日礼拜了后，咱要举行庆生会甲爱餐，咱鼓励大家邀请村的人，也是新的朋友来出席。咱聚餐了后，教会要举行迄个大饼扫吼，要甲遮个迄个圣诞节的布置要甲收起来。第5，每礼拜5下暗7点半的特景聚会，咱用总会的每周的圣安宫的特景，咱请欢迎兄弟姊妹来踊跃参加。第6，需要牧师探访，也是安排家庭礼拜兄弟姊妹，咱甲牧师讲，也是中心来安排。第7，1月18国内外传道奉献的主日，经文甲请咱家己看。过来教会聚会活动，主日礼拜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上午8点45，拜五暗有每周的圣安宫，就是下暗7点半。咱插会班是每个月1届吼。圣港事奉的部分，今仔日招待是宴庆节甲苏文节，插会是杨长老，清扫是宴庆节。下礼拜讲道叶牧师，司会是余阳执事，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余信昌，司献是秋美执事甲我本人，招待是罗长老甲明长老，插会是插会班。清扫是明长老，顶周的人数甲奉献统计的部分，若有出入的，请我也是甲秋美执事来更正。再来，咱看正手边下底部分，本周的金句，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一遍，咱大家甲用白话汉语本读台语读2遍，华语读1遍。你若实在听叹伊的话，照我一切所讲的去行，我就做你的求求的求求，你的对得的对得，来，请。我就做你的求求的求求，你的对得的对得。你若实在听叹伊的话，照我一切所讲的去行，我就做你的求求的求求，你的对得的对得。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出埃及记23章22节，咱原则咱来互相请安问好。咱周报有看迄个插花班哦，因为姜老师即个1月份目睭有要手术互伊3个月需要即个好好顾好身体所以即个1月181月17号的插花班延后到4月份啦我知影讲即个因为知影消息较慢，所以周报有煞无改伫遮甲姜老师回一个失礼啦过来，咱三甲来吟每遍的诗，咱圣诗398首，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咱起来吟，唱煞了后，咱请牧师祝祷。
咱莫袂记住，就是咱伫即个生活中间，无论做啥物，无论讲啥物，咱拢是爱活出上帝百姓的款式。但是咱也莫袂记住，就是伫咱生活的中间，咱有圣神迄带领，咱有圣神迄扶持甲帮赞，所以咱就勇敢伫生活中间，咱照着圣经的教示，咱努力来活出基督徒的款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